好多做子女嘅朋友，平時或者都會有一個通病，以為幫屋企長輩訂好機票，俾足零用錢，甚至喺目的地安排好人接機，咁就等於盡咗孝心，萬事大吉。但係我喺民航前線工作咗好多年，見過太多令人心痛嘅出事個案。今日我真係想好坦白、好真心咁同大家講句實在說話。你以為安排好一切，其實好可能係幫老人家埋下咗好多隱患，甚至係一場異地驚魂嘅開始。你知唔知每年喺全球各大國際機場都有大量一句英文都唔識嘅香港長者喺過海關嘅時候遇到極之尷尬，甚至係極之麻煩嘅情況。有啲老人家被海關反覆盤問咗幾十個鐘，有啲無端端被帶入去黑房核實資料，最慘嘅甚至直接被即時遣返。呢啲絕對唔係海關故意刁難，亦都唔係我喺度聳人聽聞，而係每日都喺機場真實發生緊嘅慘劇。老一輩嘅老人家，一世人老老實實。喺香港見到穿制服嘅執法人員，本來就會有啲拘謹，去到外國機場，面對住表情嚴肅、講嘢速度又極快嘅外籍海關人員，英文半句都聽唔明，即刻就會慌起上嚟。人一緊張就極之容易做錯事，聽唔明問話，出於禮貌就亂咁點頭，或者下意識揮手，不停抹汗。呢啲喺我哋眼中好自然嘅唔經意小動作，喺外國海關眼裏面，全部都會被解讀成可疑舉動，甚至被認定係刻意隱瞞，懷疑你打算留喺當地做黑工。本來係開開心心嘅探親、外遊之旅，隨時變成一場步步驚心嘅闖關經歷。今日我就以民航前線人員嘅經驗，教各位子女一個零成本、超實用嘅方法，幫屋企長輩準備一張中英對照嘅通關小貼士。做法極之簡單，完全唔需要老人家硬背任何英文。準備好呢張紙，海關一眼就睇得明白，好快就會蓋印放行。等爸媽可以體體面面、安安穩穩咁順利過關，徹底避開所有通關風險。喺教大家點樣製作呢張紙之前，我先同大家講清楚背後嘅原因，到底為什麼長者過海關特別容易出狀況。外國海關嘅主要工作就係要篩查出所有打算逾期、滯留、非法打工或者偷渡嘅可疑人士，佢哋嘅每一步核查都係非常嚴謹嘅。對於語言不通、無法正常溝通嘅旅客，海關嘅電腦系統會自動將佢哋列為重點關注對象。而我哋香港嘅老人家，平時最怕就係麻煩到人，遇到問題中意硬撐，聽唔明又唔敢問，只會夾硬扮聽得明。舉個最常見嘅反面例子，海關用英文問佢 Do you plan to work here？ 你打算喺當地工作嗎？老人家完全聽唔懂，但出於禮貌，下意識點咗點頭，結果就直接被海關懷疑佢係過嚟非法務工。到嗰時真係百口莫辯，跳入黃河都洗唔清。所以做子女嘅千萬唔好心存僥倖，千祈唔好指望長輩臨場可以隨機應變，唯有提前準備好呢張通關小貼士，才可以徹底堵塞所有溝通上嘅漏洞。呢張通關小貼士有標準嘅格式同埋固定嘅內容，一共分為4大重點部分，每一句都係針對性嘅避坑要點，大家聽完可以直接抄落嚟，然後放大列印出嚟。記住，一定要用黑色粗體字印喺一張乾乾淨淨嘅 A4 紙上，跟護照放在一起。紙張千萬唔要有褶皺，亦都唔好有任何塗改。一個整齊乾淨嘅版面，可以喺第一時間俾海關留下極之良好嘅第一印象。第一部分，開頭禮貌用語，呢部分一定要放在最頂端，字體要最大，因為呢個係通關嘅第一步。中英對照咁寫上，不好意思，我不懂得英文，請多多包涵。我的詳細資料已經寫在下面。Sorry, I cannot speak English. Please kindly check my details below. 呢句話嘅作用非常之大，佢等於提前跟海關說明，我唔係唔配合，亦都唔係有心隱瞞，我純粹係語言不通。海關一見到呢句話，就不會再快速咁用英文不停發問，反而會好有耐心咁睇紙上面嘅內容，或者即刻安排中文翻譯協助。呢句說話能喺1秒鐘內減低海關嘅戒備心，呢個係經過無數前線實例驗證過最穩妥嘅開場方式。第二部分，清晰寫明入境目的，呢部分係直擊海關最關注嘅核查要點。海關最提防嘅就係持旅遊簽證入境，實質打算留下打工或者逾期滯留嘅人，所以入境目的一定要寫得非常清楚、合法而且毫無漏洞。這裡分2種情況，大家按實際情況填寫。如果係去探親就寫，今次入境目的是探望子女，短暫停留，絕對不會喺當地工作。The purpose of my visit is to visit my family for a short stay. I will not work here. 如果係去旅遊，就寫今次入境目的是觀光旅遊，只作短期逗留。The purpose of my visit is tourism for a short stay. 喺呢度我要特別提醒大家，
避開90%人都會踩嘅致命陷阱。好多年輕子女請父母出國，其實係想老人家幫手照顧下孫仔，打理下家務。但你千祈唔好喺紙上面寫入境幫手照顧孫仔或者做家務。喺大部分歐美國家嘅法例入面，唔管你有冇收錢，係幫屋企人定係外人，只要你喺當地照顧小朋友或者做家務，一律會被視為非法勞工，隨時會有被即時遣返嘅風險。最穩陣嘅寫法，永遠都係探親、家庭團聚或者旅遊，簡單合規，完全唔會踩雷。第3部分，列明詳細證明資料，呢一部分係令海關徹底放心嘅關鍵，全部內容缺一不可。首先要填寫外地嘅詳細住址，必須要精確到街道、門牌號碼同埋城市，地址寫得含糊，只會加深海關對你嘅懷疑。其次，寫上喺外地子女嘅聯絡電話，並註明係緊急聯絡電話，可隨時核實。最後一定要補充返程機票嘅資料，寫明已預訂某年某月某日嘅回程機票，只作短期停留，會準時返港。另外，記得將電子機票行程單列印出嚟，同呢張小貼士護照疊埋一齊。老人家臨場好容易緊張，就算平時記得滾瓜爛熟嘅地址同電話，去到海關面前都可能會一時想唔起。加上手機如果冇開通國際漫遊，又冇網絡，根本冇辦法即時求助。而呢份書面嘅詳細資料就等於將所有核查所需嘅證明直接擺喺海關面前，海關有疑慮可以即時打電話核實或者核對機票，證據充足，對方自然唔會再擔心旅客會滯留唔返香港，通關成功率自然大大提升。第4部分，主動聲明，遵守申報規定，避開行李檢查嘅陷阱。天下父母心，老人家出遠門總係想將個行李箱塞到密密麻麻，咩臘腸、風乾肉類、海鮮乾貨、鹹鴨蛋、中藥材，甚至植物種子，乜都想帶出境俾子女食。我喺度鄭重提醒大家，絕大部分國家都嚴格限制攜帶肉類、鮮果、植物種子以及未經審批嘅中藥材入境。如果冇主動申報，輕則物品被充公兼罰款，重則即時遣返，仲會留下不良嘅入境記錄，影響日後所有外遊行程。最理想嘅做法，當然係出發前徹底檢查行李，唔帶任何違禁品。但如果有一啲零食或者乾貨，你不確定合唔合規，就一定要喺貼士紙上面加呢句兜底說話：本人沒有攜帶肉類、種子或違禁食品。如行李內有需要申報的物品，純屬本人不知情，麻煩協助處理。呢句說話看似簡單，但作用極大。佢嘅核心係主動表達誠實，願意配合檢查，並非有心違規。海關最不想見到嘅係旅客刻意隱瞞，明知故犯。只要態度端正，就算無意中帶咗少量唔合規嘅小物件，多數都只係當場沒收，唔會罰款，唔會留案底，更加唔會被遣返，將違規風險降到最低。準備好呢張通關小貼士，其實只係成功咗一半。教識長輩正確嘅用法，並且提前喺屋企演練，先至係重中之重。好多人準備好紙張，但老人家一緊張就忘記咗擺喺邊，喺海關面前四處亂翻，反而引起海關嘅懷疑。各位子女，出發前一定要喺屋企同長輩模擬一次完整嘅通關流程，記住整套標準動作要簡單易記。落飛機之後，跟隨大隊人流前行，唔好四處張望，唔好亂走，直接去海關檢查窗口。排到隊上前嘅時候，大方自然，第一時間脫下口罩，方便人臉識別。呢個係基本禮儀，亦係通關嘅必要步驟。保持笑容，神態從容，唔好縮手縮腳。我哋係合法入境，光明正大，完全唔需要膽怯。之後將護照、回程機票、行程單同埋呢張通關小貼士整齊疊好，雙手遞俾海關人員，站好，看着對方，保持微笑。千叮萬囑長輩，無論海關講乜嘢、問乜嘢，只要聽唔明，就絕對唔好亂點頭、亂搖頭或者亂揮手。呢啲動作都有可能被海關誤判。直接用手指一指，張貼士紙，事實全部寫喺上面，簡單又穩陣。除此之外，仲有兩個極之容易被忽略嘅重要細節，大家一定要記緊。第一，海關禁區內全程不准拍照、打電話或者錄影片，呢個係全球通用嘅鐵律。好多長輩唔清楚規矩，排隊期間拎個手機出嚟想拍照留念，或者想提前打電話聯絡家人，一旦被發現，即時會被安保人員截停檢查，耽誤通關之餘，仲會惹上大麻煩。一定要反覆提醒長輩，喺海關範圍內必須收起手機，打電話或者拍照，要等出了海關拿完行李，去到接機大堂先可以做。第二，海關如果要求打指紋或者對住鏡頭，跟着工作人員嘅指示做就得，睇唔明都唔需要驚慌。
海關人員見慣唔同嘅旅客，只要資料齊全、態度良好，絕對唔會刻意為難。除了海關檢查，喺飛機上填寫表格，亦係不懂英文嘅長者嘅一大難題。現在部分國家仍然需要填寫紙質入境表格，就算是電子化申報，航班上偶爾都會有補充表格要填。通篇英文，老人家根本無從入手。千萬唔好教長輩隨便請隔壁嘅旅客幫手填寫，陌生人唔清楚你嘅實際資料，亂咁填寫，一旦出錯，所有法律後果都要自己承擔，得不償失。喺度同大家介紹兩個100%穩妥嘅解決方法。第一，提前喺網上下載目的地國家嘅入境表格樣板，列印出中文對照版本，幫長輩填好一份完整嘅範本，標註清楚姓名、護照號碼、航班編號、住址、緊急電話等必填欄目。長輩臨場只需對照樣板逐字抄寫，零出錯，零風險。第二，大膽向機艙服務員求助，唔好怕麻煩人。好多長輩不好意思打擾別人，寧願自己硬撐。但大家要知道，協助年長旅客填寫表格，本來就係機艙服務員嘅分內工作。大部分國際航班都有會講中文嘅機組人員，外籍航班一般亦會配備懂中文嘅職員。提前教長輩，不懂填表格，身體唔舒服或者有任何需要，直接按頭頂嘅服務燈，服務員過嚟之後，遞上護照同登機牌，講一句麻煩幫忙填表格，我不懂英文，一定會得到熱心嘅協助。航班上嘅工作人員就係長輩旅途裏面嘅臨時保障，放心求助就得。想全程萬無一失，呢啲細節都要安排得妥妥當當，盡顯細心。準備一個透明便攜嘅文件袋，將護照、機票、通關、小貼士、行程單、旅遊保險證明等等全部放在裏面，反覆提醒長輩，呢個文件袋係出行最重要嘅物品，一定要隨身帶，妥善保管，絕對唔可以寄倉，亦都唔好亂擺亂放，避免遺失。同時喺袋裏面放一支黑色原子筆，機場同機艙經常需要填表，自備筆就唔需要跟人借，方便又省心。如果旅程需要中途轉機，再教大家一個實用技巧。直飛航班風險當然最低，但如果必須中轉，首先一定要購買全程嘅聯程機票，確認行李可以直接寄到最終目的地，不需要長輩中途提取行李，再重新託運，避開最複雜、最容易出錯嘅環節。另外，可以在通關貼士紙上面多加一句中英對照嘅說話，我需要轉機，麻煩指示前往登機口的方向。I need to transit.Could you please show me the way to my boarding gate？ 萬一迷路或者有疑問，出示呢張紙俾機場地勤人員睇就可以。最後，分享民航界一個超實用嘅秘密貼士，無論長輩平時手腳多靈活，身體多硬朗，高齡長者出國一定要申請機場嘅輪椅協助服務。呢項服務不僅係俾行動不便人士使用，年紀偏大、唔識外語嘅旅客都可以免費申請。申請之後，機場會有專人全程陪同，行專用嘅安檢同海關通道，一路護送到下一班航班嘅登機口，唔需要四處問路，唔需要排隊，亦唔需要多說話，完美解決語言不通、迷路、緊張同慌亂等所有問題。呢項係正規嘅便民服務，絕對唔係濫用公共資源，亦係長輩外地出行最踏實嘅保障。做子女嘅絕對可以100個安心。文章嘅最後，我想同各位做子女嘅講幾句心底話。我哋經常以為孝順就係俾錢買機票安排好食宿，但我哋往往忽略咗年邁嘅父母千里迢迢出國，其實只係為了同我哋團聚。佢哋要克服搭長途飛機嘅恐懼，面對陌生地方嘅不安，仲要擔心語言障礙。呢份跨越山海嘅心意，實在係太過珍貴。真正嘅孝心，從來唔單止係物質上嘅滿足，而是提前為佢哋預判風險、掃清障礙，為佢哋嘅不安兜底。一張小小的通關小貼士，看似平凡，其實就是子女陪伴嘅延伸，係異地他鄉最實在嘅安全感。我哋要讓父母知道，唔需要慌張，唔需要膽怯，大家光明正大、合法入境，只為一家人團圓，坦坦蕩蕩過關。所有看似繁瑣嘅準備功夫，說到底都是為了守護一次圓滿嘅相聚。唔好等到父母身喺異鄉，無助慌亂嘅時候，先至後悔準備不足。如果你家裏面有長輩計劃外遊或者探親，一定要將呢套通關技巧全部準備妥當，亦不妨轉發俾身邊有需要嘅親友。一次簡單嘅提醒，一張薄薄嘅貼紙，就可以避免一場異地驚魂，守護每一份溫暖嘅親情團聚。